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4章1节到13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，耶稣受圣神充满，对约旦河转来，伊互圣神带去旷野。伫遐40日久受魔鬼试探，迄个期间伊拢无食什物。遐个日子过了，腹肚就枵。魔鬼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命令即块石头变做饼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人伫挖，毋拿瓦靠饼。然后魔鬼带耶稣去到悬的所在，一望呢久，将天的万国予伊看，甲伊讲：这一切的权势甲荣华，我拢要予你，因为这一切已经拢交予我。我要予什么人，就予迄个人。所以你若跪落来拜我，这一切拢总是你的。耶稣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要拜主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魔鬼搁带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予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，甲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对遮跳落去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。佮讲，因会用手甲你扶地，互你的脚袂磕着石头。耶稣因讲，圣经有记载，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所有的试探拢用了。魔鬼就离开耶稣，等候后边的机会。默想，受洗礼了后的人子耶稣，也捌拄着各种的试探，就若亲像咱伫世上，来看卖伊安怎赢过这个恶担当的诱惑，捌互5000个人食饱。伫旷野满足一个人真合理的生理需求，也无碍着别人，上帝哪会有意见呢？耶稣即被魔鬼所用的经文，人的生存毋若是靠食物，表明现实生活中要过日讨趁，其实也有通倚靠啥物。随手可得的一切权柄甲财富，都伫目前，敢若爱伊伫无人无影的时，对魔鬼拍败。换做咱自细汉所受的教育，骨力拍拼，要出头天，敢若就差一里路，应该是完全袂顿地、袂张除的。耶稣却是拒绝这个试探，这是啥物款绝对无退让的信仰原则。耶稣直接用一句话拒绝魔鬼的喙花，用那有影煞无影的经文解说，暗藏内底歹念头，要甲上帝情绪罗练。那魔鬼所讲，你既然是上帝的囝儿，想看卖啊，家己敢捌有即款类似写国不清单的祈祷？譬如讲，我既然是上帝的囝儿，你着照圣经某物所在所应允的安尼赐予阮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深深了解阮软弱的主耶稣，因为你也捌拄着试探。嘛，感谢你较赢这个试探，激励阮伫圣神保惠师的扶持中有愿望。阮也知魔鬼敢若是暂时离开，过去属灵的经验袂保证咱会赢过未来的试探，所以就恳求你时时教示阮，适当使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诱惑，深深愿望当阮来到生命终点的时，无有见效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